年来从没有人上。我难解甲胄，如今一计划人，无大碍。要何奉上？为秦杀贼，不求奉上。大秦之下，必怎么了？为秦杀贼，不求奉上。李师妹，大秦之下，他怎么会在盒子里？必有奉上。那是秦始皇，那写着呢吗？秦始皇，等上我大秦这字多少状？好像是又不是。宣我法令。那个叫简大体王法令，字。有破刺客长弓者，赏千金。秦始皇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怎么会在盒子里？与王对饮。秦始皇画像朕见过，不对，他不是秦始皇，一定有人谋逆冒充他。大哥，那个是电视，那里面都是假的，演戏呢。妙莲，你跟朕说说，这地方为什么那么奇怪啊？会不会有危险啊？你记住了，不是朕，是我，不是给朕讲讲，是给我讲讲，记住了吗？那，你给我讲讲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，什么皇帝，什么年号？现在啊，是1000多年以后，21世纪，也就是公元2014年。你现在脚踩的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，至于皇上嘛，我们这世纪已经没有皇上了。最大的官儿就是国家主席，由选举产生，一般连任5年到10年，不像你们那个朝代，什么老爸传给儿子，儿子传给孙子，完全不一样。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泰民安，你可以大胆放心地走在马路上，不用担心别人去杀你。讲的太多你也听不懂，睡吧。干嘛呀，小公公又发情了？朕从来不强迫女人。以前你是妙莲，妙莲喜欢朕，朕喜欢妙莲，所以才会那样。你现在是冯峰，我们就是陌生人。朕是95之尊，有的是女人，谁稀罕你？哎呦呦，95之尊，哼！我跟你说，你以前也就是皇上那么多女人才会喜欢你，因为你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能带给他们荣华富贵。你现在呢？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有几个女人会喜欢你？哼！睡觉。妙莲，不，冯峰，朕困了，我困了，我要睡觉。你怎么耍无赖啊！你起开，这是我的床，起开，起开！妙莲，不是，冯峰，你真的不管我了吗？我来到你的老家，好歹也算你的客人，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吗？睡地上。随便看看啊。老板，这2件多少钱啊？
43块钱，便宜点吧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可怜可怜我吧，这个价钱我是赔上血本了。行，我买了。哎，给，哎，好嘞。皇上，去把衣服换了去。真是要微服私访吗？威你妹呀！让你换你就换，快！此衣如此不雅，朕如何换得？你没看到大家都是这样穿的吗？换不换？不换我可走了。哎，朕换。大象，大象，你的鼻子怎么那么长？妈妈说。哇！你这人模狗样的，会有几分姿色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？你至于吗？这是什么混乱的世道？人们都这么淫荡，穿个短袖就叫淫荡啊？那你们那个时代那么多的妓女，男的都那么多老婆，那不是更淫荡？瞪什么瞪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把这衣服脱下来，穿回你的盔甲，热死你！老板，哎，有没有剪刀啊？有。用完之后还给我啊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啊，坐这儿，坐下呀。干嘛？让你坐你就坐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你居然敢剪朕的头发！我们这儿啊，没有男的留长发。虎落平阳，被母犬欺。你骂谁是母狗呢？走。回来，看见了吗？那个是红灯，现在不能过去，你得在这儿等着，啊！行了，变绿色了，走吧。怎么御膳就2个菜呀？今天呢，我请你吃一顿大餐，也算我对你仁至义尽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许再跟着我了。这菜怎么黑了吧唧的？味道不错，你尝尝就知道了。吃吧。不吃是吧？不吃算了，在这儿还装什么皇帝大爷？好好吃啊！别吃啊！好吃吧？
监护责任，也没有抚养义务，你跟着我干嘛呀？朕就要跟着你。你说的朕听不懂，朕只知道是你把朕带到这种乱七八糟的地方的，你得负责到底。在古代的时候你就纠缠我，到了现代你还死皮赖脸的跟着我。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这是什么打扮？这叫时尚。一会儿你做50个俯卧撑，充分体现你肌肉的线条，保证 OK，perfect， 完美。有何事，非要夜里去？哎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记住你的代号，叫李皇帝。李皇帝？这算什么名字？朕叫李欢。姐姐一会儿就带你去寻欢作乐去，起驾。好好玩啊！刘姐，你们先坐会儿啊，出去一下。怎么样，美女够多的吧？比你后宫那3000佳丽强多了吧？这工作呀，就太适合你的爱好了。你就把这当成你的后宫，你就会觉得工作又轻松又愉快。嗨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过来。乖，就去一会儿啊。慢慢喝。刘姐，哎呦，好久没见到你了，贵客呀。哎呀，刘姐，你这是越来越年轻了。瞧你会说话的，这嘴真甜啊！对了，刘姐，说正经的，我今天啊给你带来一个大帅哥，是哪包你满意。怎么说的呀？就是他。他妈妈生病了，家里急需用钱，你就多照顾照顾。要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，你多多包涵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看那外形跟气质还挺不错的，你放心吧啊。跟我刘姐保证没问题，一定不会亏待她的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放心吧。李花，李花，过来，来，过来呀，小乖乖，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，过来呀！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刘姐，从今天开始呢，你就在这儿工作了。有什么不懂的呀，多跟人家学学啊！我先走了，加油！哎，你走了？不，去吧，乖。不，哎呀，走吧，过来，来，害什么羞啊？过来。耶！甩货成功！好帅的！哎，你说这千年不遇的学霸，人长得这么帅，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就是啊，心理学什么的，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就是想见他，那这么帅呀！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进去吧。您的酒。来干，敬完一会儿。来，干了啊！
晚上好。再次感谢我们的帅哥美女光临我们的江南秀音乐会所，衷心的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喝得开心，喝得愉快，祝愿你们拥有一个开心而浪漫的夜晚。感谢朋友。我们来此作甚？饮酒吗？第一次吧，来这儿都是赚钱求包养的。此乃何字？这个是数字，你那个是17号，我这个是16号。来，感谢来自我们5号桌的张姐，还有好漂亮的美女啊！为我们的11号的少爷5000元的花篮支持，感谢我们的张姐。还有谢谢，来，还有没有？来 ，OK， 还有老顾客了啊！感谢我们的红姐，为我们的12号的少爷6000元的花篮支持，谢谢红姐，感谢。还有张姐，感谢。来，接下来还有没有？来，继续，还有吗？还有没有？好，3号，感谢。来，我们的5号少爷5号到你了，走啊！好嘞。来，7号，兰姐叫你。叫你。来，接下来是来6号。今天呢，非常荣幸向大家介绍本次的演讲嘉宾叶嘉博士，掌声送给他。叶嘉，著名的心理学博士，毕业于维也纳大学；医学博士，毕业于德国爱德堡大学；哲学博士，西方宗教研究博士，毕业于瑞士苏黎世大学；东方国教博士，毕业于西北大学国教研究所。除了我们知道的享誉国内外的大作之外呢，叶嘉先生还在东海大学捐资修建了一座新的精神病研究所。今天叶嘉先生演讲的主题：精神病和白日梦的区别。有请叶嘉先生。同学们好，我叫叶嘉，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来和我一起探讨精神病与白日梦的区别。谢谢。精神病的英文是 psychosis，
患者的认知、情感、意识、动作、行为等心理活动，均可出现持续的、明显的异常。一会儿等陈姐来了，你们都给我好好招待招待啊，多哄她开开心，可少不了你们好处。放心吧，刘姐。哎呦，陈姐呀，总刘姐，是吧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可想啊，都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坐。谢谢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小姐姐呀，陈姐，小调皮，老规矩，见面礼，1人1万。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活你啊！哎，陈姐就是大方。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。哎，客气。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的。哎，兄弟，在哪儿呢？那儿。哦，就来的。陈姐给的见面礼，我不要。17号。怎么样？满意吧？他就是新来的吗？是啊，今天刚来的，17号。那可是上等货，一看就是新来的，叫他过来。白日梦是心理学的名词，俗语是比喻不切实际的幻想。研究发现，白日梦是人本能的放松机制，也就是说，白日梦是健康的、安全的，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，更不必有意抑制。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请同学们向叶博士提问。这位同学，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有人拿枪追杀我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呢，其实我也做过类似于你这样的梦。我梦到有人在古代拿着一把长剑一直追杀我。其实，这都是根据你在平时的生活中接触的人、遇到的事而产生的。说白了，这都是你的心理，所以你不需要害怕。接下来，请下一位同学提问。哦，这位女同学吧。叶博士，我经常梦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，自己给自己做手术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看来你应该是一个在学习方面特别努力、特别刻苦的人，是不是？你怎么知道？请问，昨天是不是上了一堂解剖课？那就对了，因为你对你的专业非常的认真，非常的刻苦，你向往着在你的学习环境中证明你的实力，实践你的专业。这位同学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必然就会做出这样的一个梦来。不过这位同学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虽然在学习上用功用心那是必然要有的，但是在学习之余，一定要放松自己，放松你的大脑。来，刘姐，哎呦，陈姐，谢了啊。来，好好伺候着，慢慢玩啊，玩得尽兴啊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
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儿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。